后来继续来看嘉义中嘉病院中医科的研究团队，为台湾的茶米当中取到一种结构物质，会当来压制着病毒的增生。这个发现嘛来得到国际医学期刊的肯定，也毋过爱阁进一步验证效果。病院方面是建议大家维持平常时啉茶的习惯就好，无需要特别啉伤多。 真侪人咧像安尼介意泡茶、啉茶，就伫2019年冠状病毒全球疫情的时期，嘉义中嘉病院中医科研究团队发现台湾茶叶当中会当压制病毒增生。在本土的植物里面发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物质，根据电脑运算呢，它这个药物呢很有可能有抑制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作用。 这个研究发现嘛，得到国际 SCI 医学期刊《医学病毒杂志》接受且刊登。阿里山种地种40档的茶农工进行到相关的研究。外国的医学研究报告里面就有一篇台湾茶，它多喝茶，它有增加5倍的抵抗 SARS 的能力。茶商嘛表示，长期啉茶感觉比较有抵抗力。常年喝茶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感冒也比较稍微比平常人的几率好像比较偏少一些这样。 对着这次嘉义中嘉病院中医科研究团队新发现，效果还阁需要进一步验证。不过，对抗治疗新冠病毒，台湾医学团队又阁报加印。